Hello，今日呢條片會教翻咁多位司機點樣更新我哋順達咪錶嘅程式，所以當你開車嘅時候，如果見到咪錶顯示圖中設備需要升級嘅字眼呢，麻煩你嘥少少時間跟住我哋而家落嚟嘅步驟去升級你嘅軟件或者固件啦。因為如果唔更新嘅話呢，咪錶係暫時未能夠使用嘅。咁我哋個步驟係點呢？好簡單，綠色呢一度按立即更新點一點佢。你會見到系統已經進行緊自動更新，而呢個更新咧暫時係不定期嘅。總之，如果你見到有立即更新嘅綠色字眼要求嘅話，點一點佢1-2分鐘就完成㗎啦。更新完成之後咧，咪錶會重新啟動一次，就係咁簡單，成個更新過程咧就已經完成㗎啦。咁接落嚟咧，我哋會再示範一下點樣去更新呢個咪錶固件嘅。咁同頭先咧，其實大同小異，我哋只需要撳中間嘅綠色立即更新呢個按鈕就可以㗎啦。咁所以喺司機嘅角度咧，其實無論更新軟件好，更新固件好，總之如果見到系統嗰度顯示需要更新程式嘅話，按一按綠色立即更新嘅按鈕，咁就冇問題㗎啦。我哋啱啱咁短嘅時間，佢已經更新成功，會重新啟動，咁成個過程就完成啦。最後再提一提大家，如果咪錶有陣時有啲小情況，司機咧想重新啟動一下，留意翻個空字嘅右手邊，呢度有一個細細嘅窿仔，只需要用牙籤或者平時 SIM 卡嗰支針仔吉一吉佢，咪錶就會重新啟動㗎啦。好啦，咁今日呢條片希望幫到大家去了解點樣更新翻順達咪錶嘅軟件同埋固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